日我哋聚集喺呢度，共同見證同慶祝每位成員嘅努力成果。我哋為到得獎嘅成員將會獻上感恩，為佢哋美好嘅學習成果而喝彩。我哋獲選為香港政府2025年青年節 at Hong Kong 嘅伙伴活動之一，俾我哋能與全港嘅青少年朋友一同屬於你哋嘅重要嘅時刻，實在意義非凡。同時，佢冇幾耐先至喺中國落嚟探我哋，而我哋係好榮幸，係第一個18區第一個出現天宮行者喺我哋今日烏溪沙呢個營地，作為我哋今日嘅特別嘅嘉賓，帶嚟精彩嘅表演，俾大家一同感受未來科技同埋青少年發展嘅緊密嘅聯繫。乜嘢叫做童軍勇敢不怕難？無論係環境幾咁惡劣，設備幾咁簡陋，佢哋都盡所能將童軍嘅知識同埋技能傳授俾我哋。我寄予所有嘅童軍嘅弟兄姊妹，要繼續認真學習，喺一眾嘅領袖無私付出下，我哋一定能夠培育出走法正向、愛國愛港嘅未來棟樑。